歡迎 SEN 嘅朋友嚟參加嘅時間呢，我哋喺我哋嘅曲目上面啦，同埋喺個介紹上面啦，都要準備充足一啲，都唔會揀一啲咧特別誇張大聲啊。就算喺燈光嗰個設計上面咧，都唔會太過光亮嘅效果。咁音樂咧，正好係對於有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，係有好大嘅幫助咧。因為咧，佢學一種樂器嘅時間咧，要專注力啦，要手眼協調啦，佢要有耐性咁樣去練習啦。音樂嘅分享對象咧，會唔限年齡、唔限性別，亦都唔限於你自己本身嗰個生活嘅能力㗎。拉小提琴嘅時候好好聽，你現場聽同你自己喺屋企播歌咁聽咧，完全係兩回事。我覺得佢好唔同。第一次之後咧，真係買到部小提琴學，即係一學完少少翻嚟就拉俾我聽嘅，係啊，俾佢一個多嘅表達嘅方式。見到呢個活動可以用音樂融合呢個文化，所以就想透過呢個活動去學多啲。周圍有2個小朋友，佢喺演奏期間都會大嗌咁樣啦。陪同者佢哋嘅方法都唔係直接鬧佢哋啦，個媽媽攬住咗嗰個女，俾安全感佢哋，令到佢哋冇咗嗰個不安。我覺得當刻係都幾感動。有2個畫面我都非常之深刻嘅，見到有視障嘅人士，跟住我就聽到佢哋喺度講，左邊係咩樂器，去到右邊係咩樂器。對於佢嚟講，就係佢哋覺得好享受嘅嘢。嗰個多元嗰個廣嘅程度係超乎想像。其實今日安排得好好㗎啦，即係座位啊已經好好。Ringo 咧整體嚟講佢好投入嘅，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咯，即係尤其是一啲咁高質素嘅音樂啊，我自己好享受咯。我哋都用掌聲同埋支持呢班特殊需要嘅朋友。